將來咧遇到一個好大嘅問題，美國消費者佢有錢又點啫？你有錢，你買唔到你想要嘅嘢，咁啊睇下邊個承受痛楚嘅能力越大啦，兩個痛楚噶啦。但係咧個問題就成為今次嘅貿易戰嘅關鍵啦。如果同中國斬鏈咧，原來美國係傷過中國嘅，可以，中國都其實喺錢方面嘅優勢咧都好過佢嘅，佢嘅錢係印出嚟，中國錢係賺翻嚟噶嘛。我相信如果真係要補嗰個中國嗰個產能，成個東南亞總動員都未必補到啊。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股壇思傑》，喺我身邊有施生啦，同埋麥萃才教授嘅。麥教授，多謝你今日上嚟接受我哋訪問。咁但係喺開始節目之前咧，都有少少澄清，因為我哋近來發現咧，好多冒充施生嘅投資頻道啦，或者係一投資嘅建議群組。咁大家記住咧，施生係唔會直接咧係俾一啲股票投資建議公眾嘅。大家如果收到呢啲資訊咧，記住知道咧呢啲係假，千祈唔好相信。如果有問題咧，可以向我哋查詢翻，甚至乎咧係報警處理嘅。咁我今日咧繼續講關稅啊，關稅就出現咗問題都成個月啦，咁但係都仍然有好多推陳出新嘅事件喎。咁之前咧美國本身話咧5月2號咧就會取消咧中國同埋香港800美元以下嘅小額郵包免稅呢個政策嘅，咁但係咧已經發現咧開始咧喺美國嘅零售方面咧唔少嘅商品價格，即係小額嘅商品咧個價格都升咗3倍㗎。究竟即係我先問教授先啦。教授，你認為取消呢個小額嘅郵包嘅關稅咧，或者免稅啦，對香港同埋內地嘅跨境電商平台有啲咩影響咧？究竟會唔會令到成個行業有個好重大嘅調整？嗱，咁第一咧就香港直接出口去美國嘅貨物咧，即係如果係根據政府統計咧，都係講緊係6點幾%嘅啫。咁會有影響嘅，但係影響係咪好大咧？就我唔覺得好大。咁第二咧，你頭先講係小額嗰個郵包啊嘛。咁即係話咧，就第一你問一個問題就係香港有幾多個電商佢係直接出口去美國係小額嘅咧？即係如果我身邊所見嘅，通常都會可能係 eBay 啊，你將啲二手嘢買啊咁樣，可能美國嘅客戶買咗之後咧，你 send 翻過去咯。咁啊，呢個以往咧就係唔會收關稅噶嘛。咁而佢唔收關稅嘅原因唔係佢唔想收，係佢嫌麻煩唔收嘅啫。就因為你要報關啦，要清關啦，跟住 check 下件貨品係唔係嗰件貨品啦，嗰個價值係有冇保低到啊，或者係有咩問題啦。咁佢對於美國嘅海關嚟講咧，佢係需要用好多嘅人手、好多嘅時間去處理嘅。咁如果嗰個嘅量係好大嘅話咧，咁其實咧佢對於佢嚟講咧係冇乜着數。咁但係今次特朗普去打嗰個嘅貿易戰咧，嗰個目的咧就都唔係咁嘅。佢嘅目的咧係希望同中國係脫鈎斷鏈。咁所以咧就連呢一個咁嘅所謂嘅漏洞仔咧都要填埋啦。咁簡單啲嚟講咧，我諗對香港如果係淨係做電商出口去美國嗰啲公司會有影響，但係相信嗰啲公司係唔多嘅。反而咧喺內地咧直接係出口去美國嗰啲嘅公司咧就會係大啲，特別係一啲小商品啊。咁大家都聽過啦，就喺義烏入邊咧就好多啲小商品啦，好平價錢嘅，你可能係買個嘅髮夾啊咁樣，可能係幾蚊雞啊咁樣嘅啫。咁你呢啲係寄到去美國，哪怕運費啊計埋其他 click click 嘅話咧，都係有限錢嘅。咁嗰類型嘅小商品咧就會係受影響。咁如果係講緊一啲未上市就嚟上市嘅公司咧，個影響更加大。咁可能係大家都係未必會係清楚啦。其實你喺個國際性上邊咧，有一間所謂嘅 fast fashion，即係一啲快速時裝咧，就係叫做 Shein 啊嘛。咁 Shein 嗰個做法咧，就係話嗰個生產啊、設計啊，全部都係喺內地做嘅，好快嘅，少量生產，好快脆運到去美國嘅。而通常嗰啲嘅賣價，網上邊嗰啲嘅賣價咧，係可能係一個嘅歐美嗰個嘅價格咧，可能1/10或者係1/20嘅，咁啊好平嘅。咁你買咗之後咧，你唔好理佢啱唔啱使先，個質量係唔係符合翻你嘅要求先。總之佢咁平嘅話咧，你係可以容錯成本咧，就係好低㗎啦。即係買咗先啦。係啦，買咗先啦，翻嚟唔啱我買第二件咯，都仲平過你係真正買一件嘅。嗱，嗰啲以前都係透過一啲嘅小型包裹係運去美國嘅。咁但係而家咧呢一個咁嘅問題咧就阻塞咗啦。嗱，咁同埋點解咧？嗱，你睇翻 Shein 啦，佢講緊係一個快速時裝呢一個領域咧，佢差唔多喺電商入邊咧係數一數二㗎啦。咁甚至到咧一啲傳統咧
店下嘅店鋪，例如係呢一個 Zara 嗰啲咧，嗰啲其實都係一啲 fast fashion，都係差一啲更加貴嘅牌子，甚至做 crossover 嚟做噶嘛。但係你喺 Shein 入邊做嗰啲嘅價錢，仲要比 Zara 仲要平嘅。咁所以咧，過往咧呢幾年咧係立咗好大市場，咁而係被譽為中國嘅其中一個大嘅獨角獸。咁即係如果係上市嘅話咧，佢嗰個嘅市值咧就可以好大㗎啦。咁而呢一個咧係正正咧就會受影響啦。咁除咗呢一間係獨角獸係中國嘅可以上市未上市會直接受影響之外咧，仲有邊個咧？仲有咧就係拼多多嘅海外版 Temu。咁 Temu 咧佢個目的咧，佢嗰個嘅銷售嘅形式咧係快同埋平嚇，運費好平嘅。咁你以往就可以透過呢一個嘅$800或以下嗰個方式咧，就直接就賣過去美國嘅。咁但係而家咧都倒死咗。咁而 Temu 咧亦都係第二隻中國嘅巨型嘅獨角獸嚟嘅喎。咁所以其實你睇得到美國佢做呢一個嘅行動，雖然佢煩咗好多啊，又要請好多海關啊，去負責係去監察啊，去收錢啊咁樣。咁你睇起上嚟就好似話啊係想多啲關稅啫。但係答案其實佢所投入嘅人力物力咧，都未必能夠會係好着數嘅。咁但係個目的咧，其中一個目的咧背後咧就係阻止呢一個嘅 Temu，阻止呢個 Shein 係成為呢個獨角獸可以集資上市。咁佢仲有加埋組合拳咧，包括佢而家傾緊納斯達克啊嗰啲嘅地方，係唔係再會係接受呢一個嘅中資企業喺嗰邊上啊去集資咧咁樣？如果佢再加埋呢啲咁嘅金融嘅戰爭嘅話咧，就好明顯咧就係符合翻即係特朗普嗰個嘅希望啦。其實某個程度上嚟講咧，佢希望同中國脫鈎斷鏈，唔單止同中國做生意，甚至到中國其他嘅產業鏈，譬如話由中國變半製成品。一啲零部件或者係啲原材料運去第三方，再變成產品賣去美國咧，都唔希望嚇。咁所以係一個嘅全鏈嘅封殺嘅。咁如果你咁樣睇法嘅話咧，咁就會明白點解佢咁麻煩，佢都會做咯。即係佢唔單止係經濟考慮。而家直情係全面封殺或者圍堵即係中國嘅產業啦。咁但係都問一問先生，你認為教授呢個講法，如果係成立嘅話，其實就呢啲電商基本上可以即係做生意少咗好多啦。咁但係其實都有影響，就係美國消費者咧而家選擇就少咗好多啦。因為咁平嘅嘢買唔到嘛。你認為究竟今次即係如果撇除咗啲政治考慮，純粹經濟考慮咧，究竟美國消費者傷啲啊，還是係呢啲即係電商平台即係中國嘅生產商傷啲咧？原本美國嗰個對付中國嘅戰略咧，佢哋都之前都講啊，就係要好似以前對付蘇聯咁嘅方式，就全面同呢個國家咧就脫鈎，即係任何聯繫、貿易上嘅聯繫、學術上嘅聯繫、文化上又好，即係投資上，總之有咩拉冧嘅咧。佢都一刀兩斷嚟㗎，係一刀兩斷。等你冇機會學到我啲嘢，冇機會借用我嘅資本，借用我嘅市場。咁但係佢出手咧，就我覺得就遲咗少少啦。即係我嗰陣時蘇聯啦，蘇聯咧佢係二戰結束之後，佢已經係開始針對蘇聯㗎啦嚇，但中國咧就有一段時間咧，佢就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佢諗住有機會喺政治上啊，都引導中國接近佢多啲嚇。咁佢後尾發覺，哇！中國嗰個崛起嘅速度咧係遠超過佢嘅預期。即係開始威脅佢嘅一哥地位，但嗰陣時已經同中國即係水乳交融都好難分啊！咁有個時候有叫咩 Chimerica 即係 China 同 America 嘅都嘅字都結合一齊。咁而家我睇咧，佢呢一次貿易戰。佢應該係佢自己發現，如果同中國斬鏈咧，原來美國係傷過中國嘅可以即係我之前喺呢個節目都有講嘅，即係究竟手上有貨威啲咧，因為手上有錢威啲啦，即係美國原本諗法，我手上有錢，我係最大嘅市場，你哋個個都要靠我買你嘢，
我一旦出手打貿易戰咧，你哋全部都要跪低。咁但係而家佢發覺咧，佢買唔到貨咧，佢唔止物價上升，人民生活受影響，係佢成個產業鏈，原來佢 outsource 嘅時代咧係逢親 outsource 有着數嘅都 outsource 咗。所以佢嘅產業鏈咧係甩甩流流。如果淨係靠而家話保護主義自己，靠自己生產咧，根本已經冇可能嘅。即係中國咧就產業鏈齊全，要內循環咧，當然內循環嘅過程佢都要付出好多代價，但係佢起碼可以循環到啊嘛。而美國咧，除咗話產業鏈出問題咧，美國嗰個體制啊，嗰個複雜性咧係高過中國好多嘅。中國講得難聽啲係相對原始啲，仲係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當然佢唔係叫資本主義，佢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但係嗰個資本嘅功能嘅發揮啊，遠遠唔及美國啊！佢冇咁多投行啊、衍生工具啊。美國嗰啲衍生工具多到你讀金融讀專科出嚟，你有排都未跟到嗰啲投行嗰啲新發明。有啲學咁所以咧，佢越係一個複雜嘅系統咧，一出事就成個系統冧嘅。原始系統你幹細胞啊，你生殖細胞啊，你就相對簡單嘅。即係你嘅複雜系統一個位出事，就成個系統崩潰嘅。而家呢一次佢就知道可以好大鑊。即係你初拋售股票，跟住引發債市嘅拋售，利息夾高，又引致啲人對美元嘅懷疑啦，哇！佢係一出事咧，係可能即刻影響你嘅心臟，影響你嘅大腦。所以特朗普好快，佢成日想人哋打電話，佢其實佢扮嘢都最好接到個假電話都好啊，應住先啊。咁但係我想問一問教授你同唔同先生講，即係美國嘅消費者咧，無論係呢個小額嘅即係免稅啦，或者係關稅，其實個損失係會比中國更加大咧？應該會係嘅。個問題係有冇選擇啫嘛。喺美國你有成係幾嘅人口咧，咁佢要係購買一啲衣履鞋襪啊、日常用品咧，佢問題係除咗本地能夠生產得到啲基礎食品咧，美國係冇問題之外咧，咁其他嘅貨品咧，佢都會有問題嘅喎。即係最簡單嘅例子啦，嗱嚟緊咧，即係可能係今年嘅年尾，你又有感恩節，又有聖誕節，咁你買啲小禮品啊、聖誕樹啊嗰啲嘅裝飾啊咁樣，你邊度買咧？嗱，唔係其他地方提供唔到，係其他地方唔能夠提供好大量，質量又要好高，價錢要合理嘅。咁你轉移去譬如話東南亞嗰啲咧，部分係 OK 嘅，但係咧係攞唔到咁大嘅量同埋咁嘅價錢啊嘛。咁所以佢就會最大嘅問題咧就出現咧，佢就冇足夠嘅貨品係供應市場。咁咪最簡單啦，啲嘢咪炒高咗咯。咁如果你係再睇翻咧，即係而家由4月2號開始打呢一個貿易戰咧，你網上邊咧會有一啲嘅視頻啊，話俾你聽。咁而家所有嗰啲嘅貨船咧，其實都有 GPS 噶嘛。咁咧，其實你係喺網上邊咧去 check 得到咧，嗰隻船係咩國家，係咪貨船嘅。咁你見得到而家嗰啲嘅即係衛星啊顯示咧，喺美國啊嗰啲嘅港口咧，基本上係冇乜中國貨船喺周邊嘅。咁啊簡單啲嚟講咧，係冇乜船啦，係埋岸㗎啦。但係咧睇翻上口啊，喺舟山港嗰邊咧，係仲有好多嘅貨船咧係出入嘅。咁即係話雖然係中美嘅貿易係停止咗，但係中國嘅貿易仲係繼續緊，因為中國始終係全球最大嘅貿易國，出口進口都係嘅。好啦，咁而家由4月2號開始。有咩問題咧？咁根據一啲美國嗰啲嘅進口商嘅講法啦，佢哋好多時啲貨物都係靠船運啦，會平啲㗎嘛。咁嗰個嘅船期
由中國運到去美國，中間加埋 Kelly Clark 啊、清關啊等等進入港口嗰啲咧，大約係8個星期左緊啦。係。咁即係話你由4月2號等到去6月開始咧，你就發覺佢冇嘢賣㗎啦。嗱，因為而家仲有啲船。佢已經出咗港口嘅話咧，都仲係舊關稅啊嘛。係。咁嗰啲貨咧嚟到之後都會上架，但係咧就係大約係響6月尾嗰陣時咧就會出現咗咧就冇嘢賣。係。嗱，咁你冇嘢賣唔緊要嘅，咁其他地方去收翻嚟咯。係。咁響其他地方係咪能夠揾得到嘅替代品咧？呢個係一個疑問。如果啲好低端嘅嗰啲，可能咧唔難，但係個數量啊、質量可能達唔到要求。但係一啲中高端咧，佢就會有問題啦。嚇！你諗下，如果係中高端嘅電子產品，我最簡單個例子，電視機。係。咁你而家睇翻電視機，如果你唔買中國貨，買嗰啲講緊係1000零2000蚊都有部，即係50幾寸嘅電視機。咁你要買翻本土嘅電視機咧，可能要俾 double 或者係3倍嘅價錢。就算買其他東南亞嘅貨咧，都要貴好多，同埋東南亞嘅貨嗰個面板啊，咁可能都係中國製造㗎嘛。係。咁所以佢就會將來咧遇到一個好大嘅問題。美國消費者佢有錢又點啫？你有錢，你買唔到你想要嘅嘢，咁你而家要俾一個高嘅日價，而呢個高日價咧就應該係未來咧好快就見得到㗎啦。咁特別係咧，即係早排咧呢一個嘅美國幾個零售嘅巨頭啊，包括呢一個沃爾瑪，佢哋咧就見特朗普啦。咁傾完咗之後咧，佢哋都決定咧都照叫中國嘅出口商照發貨。係，咁佢發貨嘅話咧，咁就代表係呢一個嘅進口商，美國進口商啃咗啲關稅啦。嗱，究竟佢落嚟嗰啲嘅關稅，佢哋傾完咗之後，佢哋係俾足145%啦，定係話有啲手斬去位咧？咁咧就好難講。咁但係咧，佢計過條數咧，都發覺似乎而家中國係企硬㗎啦。如果大家喺網上邊早排都見到條片咧，係講緊中國咧就話唔會跪低嘅。哦，呢個外交部出嚟。呢個外交部出嘅係好少嘅，同埋佢係英文片嚟嘅。係啊，即係好明顯係一個嘅國家嗰個層面咧，話俾你聽，一步都唔讓。咁一步都唔讓嘅話，個問題係咁點算咧？咁啊睇下邊個承受痛楚嘅能力越大啦，兩個痛楚㗎啦。你係傷敵1000自損800，或者調翻轉嘅。係。但係咧個問題係邊個能夠承受痛楚嘅能力？邊個嘅人民係較為支持政府咧？就成為今次個貿易戰嘅關鍵啦。咁一般中國人咧都能夠食得苦嘅、吃苦嘅嚇。咁同埋如果根據一啲嘅統計咧，大家對於自己嘅政府嗰個嘅信任度咧，咁中國都肯定係全球最高之一啦嚇。咁呢一兩個嘅情況咧，就應該係能夠令到中國喺打關稅戰咧係較佔上風嘅一邊。我先生同段教授所講，而家中國係佔緊上風咧。嗱，我頭先講一個有貨，一個有錢。係。嗱。有貨唔供應俾你咧，你就即刻就感覺到㗎啦，即係你買唔到啦，你買到要好貴啦嚇。咁另一個方面咧，中國唔係冇錢喎嚇。中國如果講係最大嘅貿易國，出口有順差，佢係不斷地收到美金翻嚟㗎嘛，咁佢喺國內唔使用美金添。嗱，我就喺國內都有做啲生意，有接觸一啲廠商。咁而家政府咧係同啲廠商咧就有冇實質俾錢唔知，總之要佢哋唔好裁住。即係中國遇到嘅問題咧，你接唔到單，你就。即係而家美國啲人都講話唔知話中國有幾多幾千萬人就嚟要失業㗎啦，失業啊嘛。係咁，佢哋就聽國家號召咧，就出多2個月糧添。另外國家可以話透過銀行貸款，甚至我哋喺疫情期間。政府都俾錢我哋補貼，保就業啊嘛嚇。咁中國政府都可以透過 QE 啊各種模式咧，就或者頂住個經濟實際嘅支持啊，令到佢雖然冇即係返工冇嘢做，但係都俾住譬如7折出糧啊，咁佢就可以捱一個時期。因為嗰啲係用銀紙可以解決嘅問題啊嘛。但係美國就銀紙都解決唔到，冇嘢。你去第二啲地方生產，
有啲嘢即使人哋識得生產，可以生產，唔係話你聽日要就要噶嘛。你要起工廠啊，買原料啊，請人啊，啲人又要培訓啊。我相信如果真係要保嗰個中國嗰個產能，成個東南亞總動員都未必保到啊！咁所以佢面對嘅嘢咧係一個實質嘅問題。你唔俾錢，中國都其實喺錢方面嘅優勢咧都好過佢嘅。佢嘅錢係印出嚟，中國錢係賺翻嚟噶嘛。咁所以即係大家要留意翻啦，即係根據教授所講，6月左右咧就可能美國消費者會正式感受明顯啲，即係貨物就供應不足啊。咁到時究竟有啲咩發展咧？大家記住留意我哋節目，我應該都會討論嘅。不過我哋今次時間就到呢度，下一節我哋會再翻嚟講其他關稅問題。我哋下一節再見。點知美國人會選一個咁嘅癲佬出嚟啦嚇？佢係自己破壞晒同盟友嘅關係，同盟友嘅信任，對其他嘅國家一啲都唔尊重嘅。所以而家呢一次佢叫咗人哋打電話咁耐，都唔係好多人打電話俾佢咋。網上邊有一個講法啊嘛，等於你一個追個女仔㗎，你一廂情願嘅，但係等我話等你電話啦咁樣，個女仔咧遲咗唔等電話，咁啊邊個係上風邊個下風咧？你係等電話嗰個係上風啊，定係話要打電話嗰個係上風咧？咁呢個就